选战愈来愈紧张，国际嘛真关心，因为选举的结果恐惊就会影响规个印太地区的局势。有民间团体邀请海外华人组一个台湾大选观选团，针对台湾民主选举佮有台海局势提出看法。有风声讲，美国总统拜登伫选举结束了后，会派非官方的代表团来台湾访问。 台湾拜六总统大选结果，恐惊会直接影响到规个印太区域的局势，国际拢真关注。长期研究关心两岸政治的台北市新民协会邀请美国、加拿大、澳洲等等的华人自媒体，组成台湾大选的观选团来观察这场选战。这受邀请来的自媒体创作者，嘛有针对香港的局势、台湾民主选举发表看法，嘛有批评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所发表的言论。他说：“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并不重要，我们在两岸关系上必须要相信习近平。” 这是什么话是吧？为什么在两岸关系上必须相信习近平？难道打不过的话就只能选择相信吗？对吧？如果一旦真的台湾也被中共拿下的话，中共一定会撕下他的面具啊！观选团自宣告来到台湾，拍算要到选举结束了后1月16日才离开。台北市新民协会伫拜四嘛邀请因同齐来召开记者会，受邀请来参与的来宾嘛包括周兴成，伊表示咱国选战正受中国急速的影响，面对这款认知作战嘛爱用自媒体的力量来对抗。 其实4年前香港的事情对台湾2020的选举影响很大，不过人很健忘啊。现在台湾人好像很多忘了这个香港发生的悲惨的事情。当然，这个中共一直大量的用媒体，尤其是像这个短影音来淡化台湾年轻人对香港的记忆啊，所以这次主要的这个问题还在认知作战。周兴成嘛指出，目前台湾在经济上一直透过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来对抗减少中国影响，所以伊认为中国会继续加强用文化认同媒体影响力来进行统战。周兴成希望这届的大选，台湾一定爱保掉主权，一讲刷水有民众在边唱声。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上战场吗？上战场为什么不能保持现状呢？你不懂，你不懂。我什么叫我不懂？我只是关心我的孩子而已。面对中国3不5时，就以武力经济等方面威胁台湾主权和台海关系一直拢是台湾选民袂当闪避的议题，嘛是国际关注的重点。当然，这也是未来执政者上大考验。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